在乌鲁木齐7.5大屠杀9周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忘记那场毁灭性大屠杀。2009年7月5日，中共政府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市大开杀戒，屠杀了上万维吾尔人，数千名维吾尔人失踪。2009年6月25日至26日，在中国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打工的10多名维吾尔族工人被当地居民活活打死，中共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反而保持沉默。为了给被杀维吾尔人讨回公道、申冤，2009年7月5日，上百名维吾尔人聚集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办公楼前，以静坐和平方式进行抗议时，中途突然出现了一批统一身穿黑色制服的100余人，将和平静坐抗议变成了一片混乱，最终导致震惊全世界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每年7月5日以沉痛的心情悼念、怀念遇难者，并为他们进行真诚祈祷。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共政府在哈萨克斯坦购买大量土地、成立公司并新建工厂行为表示不满，愤怒程度日益增加。据报道，哈萨克斯坦民众点燃了中共政府在哈萨克斯坦新建的轮胎厂。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边境的大回归示威活动中，以色列士兵射击了一名摇晃土耳其国旗的巴勒斯坦青年。这名青年尽管受伤，但没有丢下手中的土耳其国旗，在卫生队急救后被送往医院救治。海外网7月3日报道，当地时间7月2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聊到美欧当前的贸易争端时，却当面被卢特说了不。荷兰首相的这一直截了当的反应，引发了一些美国网友的赞赏。天文学家第一次展示了一颗新星球，研究人员正在追求一个长期受苦的婴儿星球。这颗行星是该物种第一颗被发现的行星。